阿姊，是毋是失电啦？就我啥物拢看无，你伫倒位？莫惊，我请地热来斗相共哦。嘿咻嘿咻，耶，成功啊！哇，电来啊！阿姊，这是啥物？乐乐，我拄只脚踏车打啊打，找到地球内部真少的水甲烟气，透过烟气压力推动机器，就会当产生电力咯。有够酷！我要耍。Hello， 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乐乐，你敢知影通互电火球发光的电是对倒位来？迄落拄只地球内面呢？拄只这是地热，咱其实阁有真侪其他的能源哦。佫有啥物？我今日阁找一位小阿姊，甲你做伙认捌电是安怎来哦。乐乐你好，我是爱家，我7岁哦。小阿姊你好，我是乐乐，今年5岁。阿姊，那安尼，咱要自倒位开始咧？行，咱是去水迄边。水，敢是用游泳来发电？水要安怎发电咧？恁敢知影水会自悬的所在，流到低的所在？知影。水产生电力的方法，就是用湖、河川自悬的所在，冲向低的所在，产生动能来发电哦。所以等一下，恁伫遮就要变做水，一直跳，就像水自悬的所在，冲向低的所在同款。两位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势啊！我准备好势啊！准备发电。Ready, go! 哈哈哈哈！发电成功！发电啦！真好！伫进入后一关进前，请恁右看卖，这挂伫路边的风车是靠倒一种自然能量发电的。1日头，2风，3波浪。答案是风。风力发电机嘛被叫做风力机，伊的大风扇通接收风能。阿姊，那安尼咱两只手，敢要像风车同款转足去，也是爱像大野鹿把厝吹好倒？毋是啦，乐乐，恁只要伫原地赶紧撞。爱撞甲像风飞紧哦！等一下，我会撞真紧哦！我嘛会撞真紧。准备发电 ，Ready, go! 哈哈哈哈！发电成功！耶！就对哦！小朋友，恁敢有去过海边啊？有，海边啊，影真大，还说你莫互海影食掉。对，大影会甲人赶走，但是嘛会带来能量哦。地球有一大部分拢是海洋，所以通用波浪、海流佮有潮流来发电。现此时潮流发电的技术上成熟。阿姊，这条锁啊是甲咱扣咧，莫互海影冲去吼。毋是，咱的鸡仔锁啊是波浪，一直甩，用波浪来发电哦。阿姊，我有淡薄仔忝嘛，我要休困一下。这条锁啊确实有淡薄仔粗，那安尼我来示范互恁看。阿姊加油！准备发电 ，Ready, go! 开始啊！加油！哇！耶，成功啊！用波浪发电啦！是手电啊！拄则停电，切开手电啊就好啊。这嘛是一种发电的方式哦。来，请恁右看卖，圆圆金球挂天顶，唔免电，比手电啊较光。知影是啥物物件无？是日头。答案正确。若准厝里有设这款太阳能板，伊会吸收日头的能量，
进一步转化做电能。收集来的电，阁通甲水加热来洗身躯。哇，足厉害的！日头甲我晒甲足热，嘛通发电，有影真好耍。多谢爱家今仔日来陪我耍，嘿嘿嘿嘿嘿。小朋友，阿姊讲电力真重要，咱来多谢大自然提供地热、水、风、雨浪、甲日头的能量，互咱有一寡再生能源通使用。咱来做伙爱护大自然，节约用电哦。你嘛通找阿爸阿母做伙来电台一号所佚佗哦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